嗱，我哋一齊睇睇咧，就2025年12月啦 ，Zoopla 咧最後一份報告啊，咁啊睇下英國樓嗰個情況係點啊。咁如果根據翻咧就最新資料顯示咧，截至到上個月咧，英國樓全年嚟講咧，輕微係升咗1.1%嘅啫。咁預計咧出年咧2026年咧，嗱報告顯示啊，估計就升1.5%，即係同今年嚟講咧，嗰個樓價變化上咧，估計就唔會話太大嘅。包括埋嗰個 sales 啊，成交嚟講咧，佢哋預計出年咧就118萬單嘅，今年個 forecast 咧預計就120萬單嘅。咁一陣我哋會有啲數據咧，會俾大家睇埋咧，就過去呢幾年啦，嗰個成交量大概係點樣嘅。嗱，成交量多咗咧，但係嗰個樓價升唔起啊。嗱，2024年咧，當時樓價都升到1.9% 嘅，去到今年咧已經收窄到係1.1% 嘅啦。嗱，現時嚟講咧，就市場上咧就除咗個 stock 啊係上升咗之外咧 ，new supply 咧甚至乎個 demand 咧都係跌咗嘅。同上年比較啊，咁明顯見到咧今年嗰個嘅 demand 咧係絕對係少過2024年嘅。嗱，我哋睇埋咧就下面呢個 bar chart 咧就更加清楚啦。2016年咧去到截至到2025啊，同埋 forecast 埋出年咧嗰個 transactions 啊，嗱成交量嚟講咧就絕對不及即係3-4年前啊，尤其是2021年啦，當時嚟講咧一年嚟講個成交量咧去到148萬單嘅，基本上係近呢10年裏邊最高嘅。嗱，當年嚟講咧好多朋友咧即係買英國樓啦，或者係睇英國樓啦，個熱衷程度咧絕對係大過今年，甚至乎係上一年嘅。嗱，尤其是咧當年即係講緊戴口罩嘅年代啦，甚至乎封咗關啦，我哋見好多香港朋友咧，週末嘅活動啊，都係去 join 嗰啲樓盤展銷會嘅。嗱，不過咧講緊幾年之後嘅今日咧，基本上咧，即係呢一類型嘅展銷會咧，人數亦都大不如前噶啦。咁我哋理解咧，依家嚟講就買英國樓嘅朋友咧，絕大部分咧都係自用性質嘅。嗱，咁到底邊類型朋友買英國樓比較多咧？我哋參考翻 Zoopla 入邊嘅資料顯示啊，原來咧係 first time buyer 首次購房者，咁啊買英國樓嘅人數咧，反而係比過去呢4年嘅平均咧更加之多嘅。嗱，咁呢個數據上咧，我哋覺得老實講都唔意外啊。嗱，因為咧，如果參考翻咧，我哋查詢嗰啲香港朋友咧，好多時咧，尤其是2025年啦，問樓啦，甚至乎買樓嘅朋友咧，我哋見好多啦，嗰個年齡上都相當之後生，個別有一啲咧講緊20歲出頭嘅啫。咁老實講啊，絕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家長們啊買樓俾子女。嗱，因為咧，如果講緊咧啱啱 BNO 開閘初期咧，我哋接觸咧就好多一啲即係所謂比較年長少少嘅朋友啊，尤其是啲退休人士咧，就係去查詢一啲英國樓嘅。咁近呢1-2年嚟講咧，我哋見嗰個比例上已經少咗好多啦。反之然咧，就係一啲後生仔女咧，當年嚟講可能去咗英國嗰邊讀書咧，或者咧直頭係移民過英國嗰邊。咁父母嚟講咧，可能最終喺嗰邊考察過啦，或者住過一段時間咧，覺得唔係太適合啦。我哋見有啲就反而留翻喺香港嘅，子女就喺嗰邊。咁見到咧就可能小朋友嗰邊啦，即係租樓租一段時間啦，最終都係買樓俾佢嘅。咁我哋見大部分咧買樓嗰陣時咧，父母都係寫子女個名嘅。咁因為後生仔都好多時都未置業過啊，咁所以咧就我哋見咧就好多時佢哋最終咧都係 first time buyer 嘅身份咧係去買樓嘅。咁情況上咧同依家我哋 Zoopla 見咧 market 上面嗰個 trend 咧大概係差唔多嘅。而現階段咧雖則英國嗰邊咧亦都減咗息啊，但係減息幅度相當之慢啦。我哋見就有啲朋友如果係要做 mortgage 去買樓咧，情況上就冇之前咁多嘅。嗱，所以咧總結翻咧，去到2025年年尾啊，咁啊 buy to let 人數啊，買樓放租仲要做 mortgage 嘅朋友咧，我哋睇翻同前年甚至乎大前年咧個行情上基本逆轉嘅。當年嚟講咧，3-4年前啊，差唔多佔咗7-8-9成嘅朋友咧都係 buy to let 買嚟放租、買嚟投資嘅。而今年咧或者舊年嚟講咧，基本上佔比咧好多都係買嚟自住啊，尤其是係 first time buyer。時間過咗3-4年啦，但係嗰個行情上咧完全係逆轉咗嘅。嗱，所以咧可能睇緊呢條片嘅你啊，都幫子女咧現階段可能即係喺出年 ready 咧係買一間自住樓都唔出奇嘅。嗱 first time buyer 嚟講咧，如果根據翻 Zoopla 個資料顯示啊，就大部分咧你見都係一啲屬於係比較偏北部地區啊，大部分佢哋 target 呢啲位啊。嗱，我哋香港人呢邊咧，我見到就情況就不一樣嘅。幾年之前咧，3-4年前啊，好多朋友通常問咩咧，就 Manchester、Liverpool、Nottingham 甚至乎係 Leeds 啊，都係揾呢啲地方咧就問下冇啲咩 buy to let 就或者係買嚟自用嘅。基本上咧今年嚟講咧，如果我哋見啊，即係查詢嘅朋友咧，嗱其他嘅代理我哋唔
知道啊，以我哋咧收嘅查詢量咧，差唔多我諗跌咗係有7、8成嘅，已經係極少人問咧北部城市㗎啦。咁啊，反之然咧，我哋見就問南部啊，尤其是倫敦呢邊咧係最多嘅。咁啊，今年下半年咧，尤其是倫敦或倫敦外圍嘅一啲屋仔盤啊，或者一啲相對嚟講入場價比較平嘅樓盤咧，反而咧係多咗人問嘅。咁變咗我哋有時咧見一啲家長咧幫自己去揾樓咧，最緊要咧就近地鐵或者係近一啲交通樞紐啦，買出少少唔緊要啊，樓價上相對平咧 ，stamp duty 亦都想係相對低少少啊，留翻啲子彈咧，可能第日喺英國嗰邊咧可能再買樓啦，甚至乎可能留翻嚟做一啲生活費啊，所以我哋見就香港嘅朋友咧，同呢一個嘅 chart 嘅數據咧，反而係調翻轉啊，比較多朋友睇南部呢邊嘅。嗱，可能你會問啊，就英國樓咧過呢10年咧，大概嗰個樓價走勢係點啊？咁啊呢個 bar chart 咧，基本上一次可以睇晒㗎啦。由2015咧去到2024咧，截至到上年嚟講啊，平均樓價每年咧拉勻嚟講啊，就有3.8% 嗰個嘅升幅嘅。唯一最差咧就係2023年啦，當年嚟講就 keep 住加息啦，咁個樓價就冧咗落去嘅。嗱，喺右側呢邊咧，如果大家咧細心留意咧，就普遍嚟講嗰條 bar 都係比較短嘅。雖則就未去到負值啊，咁但係咧就如果睇翻由2026咧去到2029咧 Supra 預計咧嗰個樓價增長咧，老實講都唔算好多啊，1.0到2% 度。樓價上影響有好多啦，有政治原因啦，亦都有啲政府政策啦，甚至乎 Stamp Duty 啦，減息速度啦，各方面都會有嗰個影響喺度嘅。嗱，所以如果參考翻數據咧，相信咧未來呢2-3年咧英國樓嗰邊啦，我哋叫做平穩啦，冇大升啊，亦都冇大跌。大概係1-2% 個變化嘅啫，亦都係低過咧過去呢10年嗰個平均樓價升幅嘅，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啊。若果買英國樓咧，預期大升咧，可能同你想象中就不一樣嘅。咁當然咧，你話買嚟自己住咧，長遠就有着數啊。因為始終咧當地長期生活咧，租金成本咧都算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開支嚟嘅。如果佔嗰個收入上，所以我哋見到有某啲朋友咧喺當地落咗腳幾年之後咧，最終都真係會買翻間自住樓嘅。若果你真係打算喺英國嗰邊長時間生活，參考翻19大城市啊，全部有得升嗰啲咧，我哋見大部分都係啲偏北部城市啊，或者啲中部城市咧，銀碼比較大嘅城市咧，尤其是喺南部呢邊啊，倫敦及其周邊咧，普遍啲樓價都升唔起啊。原因係好多啊，我自己相信咧，其中一樣咧就係個 Stamp Duty。因為始終咧就南部呢邊啊，樓價價碼比較大啦，就買樓成本亦都相對比較高啊。不論你做按揭或者 cash buy 啦，而喺倫敦呢邊咧，我哋都有少少補充啊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，就今年嚟講咧，我哋出嘅片咧，如果講一啲倫敦樓盤咧，大部分集中喺西倫敦啊。提多次啊，喺西倫敦嗰邊，某一啲發展商咧，佢哋某一啲樓盤咧係會有出現減價或者係加大 discount 多咗優惠嘅情況出現嘅。東倫敦嗰邊咧，我哋暫時見就個情況就同西倫敦咧有少少區別嘅。我哋知道咧，仲少好多朋友咧，就尤其是揾我哋查詢啲家長們咧，佢哋就比較少睇東倫敦嘅。對佢哋嚟講咧，可能感覺上唔係咁好啊，可能治安雜啲啦，或者生活環境冇咁靚啦。但係我哋理解咧，就反而好多子女們咧，偏後生嗰啲咧就中意東倫敦嘅，因為貪佢翻工方便啊。鐵路網嚟講咧，亦都相對比西倫敦嗰邊咧係為之集中嘅。咁所以咧，今年嚟講咧有一個現象啊，如果大家係想買一啲咧減價盤啊，或者係啲樓盤相對係比之前嗰個價錢有優惠啊，我哋講緊啲新盤咧。咁建議咧可以集中咧睇西倫敦嗰邊。我哋 YouTube channel 咧都上載咗好多唔少咧一啲係西倫敦嘅一啲減價盤啊，或者係啲優惠 discount 多咗嘅一啲新盤嘅。東倫敦嗰邊咧，個別有啲樓盤咧個價咧甚至乎不減係反加嘅。咁所以咧就睇你買間樓啊為咗乜嘢啊？如果你係諗住純粹以價錢行先咧，最緊要優惠比較多咧，建議可以睇西倫敦。咁東倫敦嗰邊咧，我哋暫時見就未有一個好似西倫敦個減價情況出現嘅。咁因為咧就最近我哋見咧接嘅查詢咧，某啲朋友咧個年齡都比較偏後生啊，20零30歲嘅啫，都想了解多少少有關東倫敦嗰邊嗰個新盤嘅情況嘅。所以咧嚟緊我哋都有條片咧，就係邀請到咧倫敦發展商 Barclays 喺英國呢邊嘅同事啊，咁上嚟我哋 channel 呢邊咧同大家講講東倫敦嗰邊一啲新盤依家最新個狀況係點嘅。咁如果大家咧對於呢方面感興趣咧，咁建議咧嚟緊留意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呢條片咧分享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